破读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48集236条。Han-tsî愈来愈低，实在爱陪头爱陪头就是番薯园地势越来越低，的确要增土了咱下面有4字要来选，咱第一字读做陪伴的陪第二字读做陪头的陪，第三字陪一陪两陪陪，第四字陪反陪的陪237条。把桌子托予管，就是把桌子托高。好，咱下面有4字要来选第一字读做奖，提奖的奖；第二字读做thang第三字读做奖第四字读做公还是读做公这公是老公园的公公是员工们的公238条。做工课时，伊甲bīn-kin phua伫肩胛头。工作的时候，他把毛巾披挂在肩膀上来，咱下骹有4字要来选，咱第一字这字念做哈，第二念做phua，第三字念做囥，第四字念做客客物件的客，客批的客。239条。用tshài-kue-tshè鑢物件是上自然的清洁方法，就是用丝瓜布搓洗东西是最自然的清洁法。好，咱下面4字要来选来，第一字读做刷，印刷的刷；第二读做册；第三字读做布；第四读做敏器皿的敏敏物件迄是敏。240条。虽然恁是好朋友，嘛毋通伤可惜虽然你们是好朋友，但不能够太随便呢下面有4字要来选，咱第一字读做掛还是跨，第二读做課，第三字读做愧愧工课的愧，第四字读做課湯上課的課好，感謝大家收聽。